申命記第3章第1至29節。以後我們轉回向巴珊去，巴珊王噩和他的眾民都出來，在以德來與我們交戰。耶和華對我說：不要怕他，因我已將他和他的眾民，並他的地，都交在你手中，你要待他像從前待住希實本的亞摩利王西宏一樣。於是耶和華我們的神，也將巴珊王噩和他的眾民，都交在我們手中，我們殺了他們，沒有留下一個。那時我們奪了他所有的城，共有60座，沒有一座城不被我們所奪，這為亞尼哥伯的全境，就是巴珊地，噩王的國。這些城都有堅固的高牆，有門有山。此外還有許多無城牆的鄉村。我們將這些都毀滅了，像從前待希實本王西宏一樣，把有人煙的各城，連女人帶孩子，盡都毀滅。唯有一切牲畜和城中的財物，都取為自己的掠物。那時我們從約旦河東2個亞摩利王的手，將亞嫩谷直到黑門山之地奪過來。這黑門山，西頓人稱為西連，亞摩利人稱為士尼尼。就是奪了平原的各城，基列全地，巴珊全地，直到撒迦和以德來，都是巴珊王噩國內的城邑。利弗因人所剩下的，只有巴珊王噩。他的床是鐵的，長9肘，寬4肘，都是以人肘為度。現今豈不是在亞捫人的拉巴麼？12那時我們得了這地。從亞嫩谷邊的亞羅尼起，我將基列山地的一半，並其中的城邑都給了流便人和迦得人。13其餘的基列地和巴珊全地，就是噩王的國，我給了瑪拿西半支派。亞尼哥伯全地乃是巴珊全地，這叫作利弗因人之地。14瑪拿西的子孫睚尼佔了亞尼哥伯全境，直到基述人和瑪迦人的交界，就按自己的名稱這巴珊地為哈窩特睚尼，直到今日。15我又將基列給了瑪吉。16從基列到亞嫩谷，以谷中為界，直到亞捫人交界的雅博河，我給了流便人和迦得人。17又將阿拉巴和靠近約旦河之地，從基尼列直到阿拉巴海，就是鹽海，並皮斯加山根東邊之地，都給了他們。18那時我吩咐你們說：耶和華你們的神已將這地賜給你們為業，你們所有的勇士都要帶着兵器，在你們的弟兄以色列人前面過去。19但你們的妻子、孩子、牲畜，我知道你們有許多的牲畜，可以住在我所賜給你們的各城裏。20等到你們弟兄在約旦河那邊，也得耶和華你們神所賜給他們的地，又使他們得享平安，與你們一樣，你們才可以回到我所賜給你們為業之地。21那時我吩咐約書亞說：你親眼看見了耶和華你神向這2王所行的，耶和華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國照樣行。22你不要怕他們，因那為你爭戰的是耶和華你的神。23那時我懇求耶和華說：24主耶和華啊，你已將你的大力大能顯給僕人看，在天上，在地下，有什麼神能像你行事，像你有大能的作為呢？25求你容我過去，看約旦河那邊的美地，就是那佳美的山地和利巴嫩。26但耶和華因你們的緣故向我發怒，不應允我，對我說：罷了，你不要向我再提這事。27你且上皮斯加山頂去，向東西南北舉目觀望，因為你必不能過這約旦河。28你卻要囑咐約書亞，勉勵他，使他膽壯，因為他必在這百姓前面過去，使他們承受你所要觀看之地。29於是我們住在伯皮尼對面的谷中，